好，用请继续来看这个美国联准会，伫台湾时间透早5点来宣布，甲联邦基准利率调降4码到0%至0.25%，这用的是零利率咯。问题是，安尼雄雄来宣布，投资人的信心颠倒受到影响，结果道琼机会大落超过1000点，台北股市中昼盘嘛来落破到1万点，一度来大落到200点。财政部长苏建荣讲，伫满足条件状况下，国安基金随时准备进场。苏建荣嘛讲，用降税来纾困未付气咯，所以财政部下晡发布着行政命令，延长纳税时间上长1年。台湾的股市相对的殖利率相对比较高一点，那么外资会不会进到台湾的股市？我想这是一个观察的重点。美国联准会15宣布降息4码，造成美国道琼机会砸落落超过1000点。财政部长苏建荣强调后续会观察资金的流向，但是台股受到影响，一头的盘势杀破万点，总经率超过200点。国安基金敢准备好啊？国安基金要进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上礼拜五的这个情况来讲，我们的成交量达到3000多亿哈，这个是价跌，但是量扩大，台股的动能还在。股价热，但是交易量大。苏建荣表示，投资人要有信心。佮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，降税敢有可能加做纾困措施之一。降税缓不积极行政命令就是延缓缴税，受到影响的延缓缴税最长可以延长到1年。国际经济情势不稳定，外界嘛预期19央行理监事会议可能会降息半码以上。